安。咱一般心三个来敬拜上帝。就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，就用俄罗进入伊的殿院，就感谢伊俄罗伊的名，上主至先，伊的慈爱永远存在，伊的信实刷到万代。三个来吟诗俄罗上帝圣诗第八首，圣诗第八首，夜幕观看强冲无穷，千万星星破万天空，火海交成光明系统。宣扬上帝创造丰光，日头出现，东升西落，彰显上帝权能创造。伊发光飞遍，照遍宇宙，施展大能，贯通万物。圣诗第八首，咱起立三个来吟。
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使徒圣经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七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地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，上天，加一日全能的爸上帝大平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来掀开圣诗后面启文第58，启文第58，整103页。咱三个来启用，关系这个代志，咱要安怎讲？上帝用咱下人会当理解咱。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，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，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？那安尼，啥人会当甲因定罪？伊已经死，搁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国活。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？是迫害，是妖恶。照圣经所记载，为着你的道，我为日面对死的危险。阮互人看做特别太阳。拢是伫遮一切代志，单靠听咱的上帝领导后孙。因为我确信，无论是死是活，是善是冤家，同样者也是关系者，是现今也是将来的。是天顶也是地底事情，也是其他的责任。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是耶稣基督对咱的疼。同心阿头来祈祷。这些天平，阮感谢你，看顾阮大家拢平安，互阮同心三个伫主你面前敬拜和乐。亲爱主，阮犹原持续为着中东苏联、乌克兰的战争。紧张的局势，求主显现大关联，互一切纠纷会当化解，互军队的战声拢变做吟诗，互世界正世囝快乐同徛起，大家三听三和，荣光主你的名。阮也为着阮台湾国家的安全甲民主的自由，求主看顾保守。只是纷纷缭乱的事件，一切的判断拢会当照真理，制约骄傲罪人下降，用权保护正义。新的学期已经开始，求主看顾阮的青少年进入新的阶段学习，使因聪明智慧，一切拢会当顺遂，出入拢有主你的看顾。天气的炎热都变化。求主保守阮同心的兄弟，大家身心灵拢勇健，日出日落有主陪伴，平安喜乐。这是阮咱诚心谦卑接受对天而来的教示，通过牧师讲述你的信息，求主赐福，互讲话听的平平得到福气。愿阮的嘴所讲的、心所想的，伫你面前得到接纳。祈祷感谢，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赞美，请无用之书。
咱感谢有用之士用水的诗歌，带咱来学罗上帝。这时，咱要来讲授上帝的话，记载伫诗篇19篇第1节到14节。诗篇19篇第1节到14节。和合本670页，汉语本592页，现代中英本676页。诗篇19篇第1节，咱来看，我来读。遮个天讲起上帝的荣光，穹苍报扬伊的手所做的。即日对迄日发出言语，即暝对迄暝传出财物，无言无语，因的声音无通听见，因的准神显伫天下，因的言语到伫地极。上帝伫中间为着日头安置顶房，日头亲像生囝婿出伊的房。也亲像冥勇的人欢喜走伊的路，伊对天的一边出，射到天的迄边，无啥物藏物无得到伊的热气。第7节，耶和华律法照全，会互人的心神活起来。耶和华的干净确实，会互憨人有智慧。耶和华的教示正直，会互人心欢喜。耶和华命令清气，会互人目睭光明。敬畏耶和华的道理是清气，永远存在。耶和华的判断真实，一概是公义。比金比侪好金较通欣慕，比蜜比芳芳滴落来蜜较甜。国你的奴仆对遮个受警戒，守遮个有大赏赐。自随会知伊的失处，由你除去我暗情的过失，由你阻止你的奴仆无故意犯罪，毋准迄个罪恶管辖我就完全免犯大罪。耶和华，我的石盘，救赎我的主啊！愿我的嘴所讲的，心所想的，伫你面前得到接纳。以上。愿主的话诚侪咱的旁赞。讲道现在起牧师所讲的题目是人所意料之外的上帝，咱继续来听。留意下这大家平安。进入9月时，咱感觉吼，咱的天气已经有小可无亲像咱热天。即个7月、8月的时阵，日头遐尼炎，温度遐尼恐怖，会当讲9月时、10月时，即个咱所有的秋天的时阵，也是咱会当观察到季节变化真明显的时阵。常常咱会发现讲，一个雨落落来，然后咧，树叶啊就开始变色，这就是秋天。有时阵你会感觉奇怪，困醒早起就发现讲，温度有迄降哦，这就是秋天。也是这个时阵，想到诗篇19篇，所以今仔日。咱就是要透过诗篇19篇，咱来思考这个出人意料之外的上帝。伫咱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声，咱先做伙按头来祈祷。慈悲满满的主上帝，你有大权能，你的智慧也冠过地上的一切，所以阮渴慕你的道理。也恳求上帝你，守护阮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来做工，互阮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时间中间，
你帮助阮，互阮对伫主你的话，阮无论是宣讲的，也是听的，拢会当平平对伫你的道理，阮得到造就，得到利益。阮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互主你亲自来引带。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细汉的时阵，应该拢耍过米烧炊、躲猫猫啦、捉迷藏啦吼。啊，真正吼，咱细汉耍即个米烧炊吼，咱煞毋知影即个捉迷藏、躲猫猫，台语要安怎念，所以这特别去 Google 去找吼，米烧炊吼，米起来互人吹，叫做躲猫猫啦、捉迷藏啦吼。啊，咱袂当讲米猫猫啦吼，这真歹听，迄毋是台语哦。咱在座有迄个几若个有台语的即条的哦，米烧炊，咱细汉拢爱耍，米起来互人来吹，真刺激。啊是讲咱是迄个要来掠别人米起来的哦，迄真正真好耍。但是咱过了中年哦，差不多牧师即个年纪开始，咱就开始甲啥物来耍米烧炊，甲啥物物件来捉迷藏，毋是甲朋友耍，咱是甲咱的锁匙、手机啊、目镜，也是皮包，也是讲今仔日要穿的衫，你明明拢款好啊，找拢找无，死到找拢找无。过了中年，咱开始甲咱身躯边遮的必需品，目镜、锁匙。皮包、手机啊，来米烧炊、捉迷藏。但是我想，咱基督徒加减拢有即种经验，咱有时阵也会感觉上帝好亲像迄甲咱耍米烧炊、甲咱捉迷藏。有时阵咱感觉哇，上帝充满，我有上帝的听充满我有上帝来的气力，收拾我气力。我感受到上帝的恩典真正大，咱伫遐感谢上帝，信心十足，伫遐阿罗主感谢主。但是有时阵，咱也有可能会感觉，好亲像上帝米条，迄互咱来吹，甲咱迄耍米烧吹，歹互咱吹着。毋知影恁敢有即种经验过？落去兄弟，咱今仔日所读诗篇19篇的中间，即个诗人就是要甲咱讲，要报咱知，咱要怎样来找着上帝？咱要怎样才会当看到上帝的关联甲伊的慈悲疼痛？大声，咱多多听到师会所念的诗篇19篇的第1节就甲咱讲，才会天讲起上帝的眼光，强强保养伊的手所做的。咱台湾真正是一个宝岛，咱福尔摩沙真正是一个美丽的岛。咱去海边啊，会当看到真水的夕阳，这互阮想到讲，有一个笑亏，咱大多数拢伫台湾的西部大汉对无？西边啦，西部啦，地理吼，咱有地理专家伫咱在场，这真正爱教一个。对台北到高雄就甲屏东的一边。拢是咱台湾的西部。有一个笑话讲，一个查甫少年查甫，伊要约一个查某囡仔，住伫高雄西部。伊甲即个查某囡仔约讲，明天早上我们去海边看日出好不好？即个查某囡仔讲，你真正无地理的知识，咱伫西边的海边啊，敢会当看日出？不行不行所以咱爱甲咱的
咱的咱的后辈，才会少年查甫讲用这套骗查某囡仔翻倒转，露出马脚。太阳从东边升起，那有可能咱住台北市、住高雄市、住台南市，有人讲我们明天去海边看日出。海边看日出，请去花莲、台东，还有宜兰。好，咱台湾咱看到美丽的夕阳，咱暗时去天顶、去山顶，向天空、向天顶来看，咱看会到真水的星。咱台湾的山真水。有真水的高山森林，咱台湾是一个海岛，咱真容易开一个车，坐一个车就会当去看海。甚至咱台湾也有沙漠的地形，伫倒位？高雄夜世界，沙漠地形，咱台湾人其实。得天独厚，咱住伫美丽岛，咱阁会当看到遮个真水，咱所谓的巧夺天工的美丽的风景。毋知影恁安怎，但是绝对有提起，有咱的教会姊妹甲叶牧师提起，因为叶牧师有分享过，少年单身的时阵做少年团队。真爱带青年去露营，去山顶露营。露营无啥物，搁爱去山顶，对中部开迄个山路，然后去倒位？去塔遮，然后去当阵国家公园较无管制，20外当前。所以咧，搭텐트伫路边就甲伊搭落，看到路边山路边有空地，看起来阁真安全，就伫遐搭텐트。然后伫遐家己煮泡面，暗时煮泡面，然后咧困텐트，伫遐寒要害，然后这就是少年的时阵，也是是安尼，所以每一遍会当去山顶，真正迄个身心舒畅。为什么？咱台湾的山真正有够水，到山顶你会感觉讲，真侪你伫大都市所。经历的这一切，有时阵你工作无顺利，有时阵你伫即款的平常日常生活中间，有啥物人际关系起，你去山顶，尤其迄真悬的山，阿里山嘛真悬啊。然后有真侪水的所在，你去山顶看，你就感觉讲人真正真美丽。你看到遮水的风景，咱台湾多有问过，咱台湾做一个小小的岛屿，咱3000公尺搁较悬以上的山，咱台湾的密度会当讲是全世界第一。然后咱台湾，咱开车2点钟会当对热带、亚热带，然后咧。温带、寒带，你开2-3点钟，你就会当看到即款无共款的温度、无共款的即个自然生态中间即款的变化。咱台湾真正是宝岛，但是咱基督徒，尤其咱毋望咱会当伫即款美丽的风景的中间，咱台湾即个美丽岛。的生活中间，咱看到遮水的风景，遮水的所在，咱会当体会到上帝的创造是遮尔奇妙，咱也会当了解到上帝的荣光，其实就充满伫伊创造的这一切。你看这对山顶到海边。对青翠的所在，到伫沙漠，哇！真正咱台湾人，真正
搁较会当体会到即个天顶的神创造的伟大。这世间的一切，其实拢伫遐讲起，对咱讲起上帝的伟大，甲上帝奇妙的作为。咱看到日出日落，咱看到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，真正这非常的奇妙。咱敢会当想象，咱即摆想象讲气候异常，为虾米？因为四季的运行所，因为人的迫害所已经走种着一丝丝啊。结果咱讲气候异常，咱讲因为气候异常引起农作物生产的改变，甚至引起着真侪所在有饥荒，因为人迫害着上帝的创造的即个律，咱就知影。国小咱读着国文的课本讲什么人定胜天，咱即马知影。我想人定胜天即课，即个好像是国语课本，小学国语课本还是初中、国中的国文课本，人定胜天即课已经无啊。为什么？人定胜天国小初中的即课教什么？教纵横，说人定胜天。结果咧，纵横经历20几冬修理好，无偌久佫回去。人定胜天吗？不，人无法胜天。人想要胜天，人想要赢过上帝，来迫害大自然，结果咱人家己遭受到这个后果，这个无好的后果。所以，咱台湾相对真正是风调雨顺，咱有富国神山，互咱的风台来未地到造成真大的灾害。虽然讲难免有灾害，但是咱敢有注意到每一遍风台经过台湾，也是对台湾边啊擦边球过去，然后走去别国，无就是中国、菲律宾、越南，拢伫遐造成真大的即个损害。比起来，咱台湾真正是一个充满上帝祝福的美丽之岛。咱伫遮观察到上帝出日头，照光全地。咱伫遮也有上帝守护咱雨水，灌压全地。其实，咱台湾人佫较会当感受到上帝真正疼咱台湾人。当然，咱活伫即个现实的中间，咱即个受上帝所创造的世界，即个人所活着的即个社会中间，难免咱也会看到，也是经历到即个真残忍，有时阵会感觉真无公平、无公义的一面。咱看到物竞天择，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，不适者被淘汰。当然，咱讲啊足轻松，但是万一咱是迄个不适者被淘汰的受害者，安尼咱活地的感受是怎样？这个世界，这个人的社会，也有伊黑暗的所在。所以，面对着这个真多现实世界中间，咱所看到这的苦难，咱实际上爱反省的就是，咱若干那看这个自然界，咱
敢有办法，敢若通过观察即个自然界，咱规工咱就去看风景就好，敢是真正安尼会当看到上帝，也是讲敢若观察大自然，其实咱无办法看到上帝全部的美好。各位兄弟，所以诗篇19篇前半段伫遐咧讲到上帝创造的伟大，受上帝创造的创作物是遮尔奇妙，伊所定着即个大自然的律是遮尔啊矫正了后。但是，咱爱知影，搁安怎咱拢是活伫即个现实社会，搁安怎咱是爱伫即个现实社会中间，甲别人伫遐互动。咱活伫即个现实社会中间，其实咱也袂当去否认，伫人的中间总是有病痛、有艰苦。有苦难，所以诗篇19篇的后半段就转移焦点到伫上帝的律法。头前讲上帝创造的自然律，四季的运行、日出日落，伊阁创造即个大自然充满变化，但是咧，阁是遮尔稳固的一个宇宙的系统，但是第后半段19篇的后半段讲到上帝交托予咱一个上帝的律法，伊的命令，伊的教示，咱毋是干那伫即个上帝创造世界的即个美丽、即个伟大的中间找着上帝，咱阁爱伫上帝所交托予咱、所授予予咱的即个生命之道的中间，咱找着伊。亲像咱伫上帝的创造的即个世界中间，咱知影上帝创造的伟大，咱知影伊创造的即个宇宙的律，是出对伊的疼。大自然的运行的中间，有上帝对即个世界、即个伊所创造世界的疼。同款，咱也爱对伫圣经所教示咱、所互咱知影上帝的律法，其实也伫迄见证上帝的慈悲遐。讲到律法，当然，咱有时阵会想到所有的严刑峻法，然后有时阵，想讲有时阵咱去公部门办事，其实承办人都拢有伊的一定的那个，他有一个缓冲空间，也当做裁决，但是咧，伊无想要帮忙你，也讲啥物，我都是依法行事的。所以咱听到法律即两字、法律即两字，有时阵咱会有较负面的感受。但是咱想到差不多30-40年前，就是差不多牧师即个年纪，中大受教育的过程中间，迄当阵差不多40年前，还是40多年前开始流行啥物？讲爱的教育，即款的口号，听的教育，然后咧，那读教育学的就知影，侪父母也是老师，拢会，即会教育所有的教育专家，会讲你爱用宽容的方式，自由宽容的方式来管教子女，宽容啦，就是啥物？
极端的，就是讲咱做事大人的父母啦，还是老师啦，吼，咱爱尽量避免对囡仔讲坏，袂使，哦，咱袂当说讲啥物拢是负面，吼，坏袂使，无好，吼，咱爱用正面的，吼，咱讲以免讲吼，囡仔规工听到咱用负面来回答因，啥物拢是无坏、无好、袂使，结果递到因吼，一个创造力的发展。也是自我挖掘、认识自我的过程当中，蒙上了阴影。但是咧，咱即马知影，这款过度宽容的方式，这款教育模式，往往咱感觉成果无亲像咱一开始所讲的，亲像讲吼。即马50几岁的人哦，其实拢是一款爱的教育口号当中来成长受教育的。啊，但是吼，咱袂当讲牧师这辈以下有较好啦。有时阵咱会感觉讲，小可会感觉小可害头的。即马做主管的，常常对少年的员工伫遐害头，讲哪会安尼？哪会安尼？所以过度宽容的教育模式，好亲像有啥物毛病？真爱讲即个咧，1990年代，拄啊好即当阵，也就是牧师即辈的，差不多是大学、高中、大学迄当阵，迄当阵电视广告的广告词就是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Kimoji 启蒙子，酸酸甜甜的启蒙子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这就是30多年前一个流行语。结果咧，咱知影，咱若即马来讲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其实咱就感觉讲，这款是偏差的一个态度，偏差的想法，过度自私、自以为是。但是1990年代广告词，佫是真出名的一个广告词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这就反映出过度自由宽容的教育模式扯出偏差。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所以，这种教育者袂当对受教育的人讲负面的袂使、坏、无好的这款教育方式。其实咱看到就是教育出来，就是社会有愈来愈多，敢若掠自我做中心。佮欠缺自制能力，自制力是啥物？自制力是啥物？你做任何代志，你会想，我敢会当安尼做，我敢会当安尼做，毋是讲做就对啊啦，讲就赢啦。咱社会有愈来愈多自我做中心，欠缺自制、自我控制能力，甲判断力的人。伊袂晓判断，伊就是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我要就是我要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咱也观察到，伫这款长辈也是老师过度放任、中间成长的人，其实反倒转因会感觉啥物？长辈老师没有关心我啦。对呀、啊，我现在出错是因为老师都没教啊。因为教育者无指导，无甲受教育的人讲啥物会当做，啥物袂当做。反倒当这个受教育的，无论是囡仔也是学生，当伊出错食开了后，
伊反倒转会怪讲啊，无人教我嘛，是无关心我，老师无关心嘛，是大人无关心我嘛。反倒转感觉伊是欠缺关心，递到出错。所以利用遐这用这个角度来看，当上帝透过伊的话，互咱知影啥物应该做，啥物无应该做，啥物是下地义，啥物是不义的时阵，其实咱就知影上帝的命令，上帝的旨意，实际上是上帝慈悲疼痛的表现。就亲像一个老师，就算学生无爱听，伊永远想办法来教导正确，啥物爱做，啥物无爱做。就算讲伊知影学生听袂落去，但是咱这个教育者常常会有一个观念，至少我有提，至少我有讲，有一天他们会知道，有一天他们会知道。啊，这就是教育者的一款疼嘛。对伫受教育者、受教育，无就是学生，也是囝儿囝孙，这是一款疼的表现。圣经也甲咱讲，上帝爱咱，就是活伫伊的束缚的中间，会当活出伊所收赐咱的丰丰富富中间。圣经也互咱知影，实际上咱基督徒行过去的路，也互咱知影，互咱经验到上帝的教示，伊的律法就是要指引咱怎样来活出对伊来的福气。亲像顶礼拜咱有读到，无行歹人的计谋。无徛罪人的路，无坐污烂人的位，即号人真有福气。咱顶礼拜有读，就最近咱就知影嘛，金华城案，白白伫台北市政府担任公务人员，有的人正做被告，有的人正做迄个证人，差别伫倒位？差别就是诗篇第1篇第1节，差别就是这。有一个姓林的经，这个林维洲是不是？伊是证人，然后咧，彭正生是被告，差别伫倒位？诗篇第1篇第1节，诗篇第1篇第1节。所以你讲，上帝的道理，上帝将伊的道理授予互咱。白纸黑字写伫圣经内底，互咱，这敢毋就是上帝的疼上明显的表现吗？因为上帝互咱就是真简单、真好了解的一个福气之道，互咱会当得到福气。得到福气第一大省就是咱莫同流合污嘛。咱莫伫遐为了怕上面的生气，什么都好，结果很可能到最后什么都不好。所以弟兄兄弟，上帝的律法矫正，咱今仔日读到诗篇19篇，但是咱也爱承认，咱若将圣经当作百科全书，也是将圣经当成食谱，盐3茶匙，油少许，慢火10分钟，然后就一定煮得出什么东西。在咱的经验中间，往往无拄拄是安尼。若干那靠咱外在的行为，无拄拄会当伫上帝的面前来称义。为什么？咱本身无改变。亲
亲像讲油少许，但是咧，你的油是坏掉的油，还是说沙拉油少许，但是你加入的是沙拉托？真正我有听迄个笑话哦，拜沙泡茶听到即个笑话哦，可能是外文较毋知，还是讲包装较无共款。买沙拉油要煮饭，所以变做买着沙拉托。敢若靠外在的行为遵守律法，无拄拄会当互咱伫上帝的面前称义。咱的本身的性命无改变，咱敢若靠咱的肉体，靠咱一时的血气，往往咱无办法真正守牢上帝的律法。至到本来出对上帝慈悲疼痛，甲伊的恩典所守事咱上帝的命令，伊的律法，反倒当变成咒诅。所以咧，咱需要主耶稣基督，咱需要主耶稣基督。当上帝透过伊的创造甲伊的律法，向咱来传达伊的慈悲疼痛，伊的美好，但是上帝的疼上具体的展现，就是上帝本身道成肉体来到世间，伫耶稣的身上来显明。若人想要靠着律法来互咱家己变成完美，并且想要通过安尼，敢若靠外在的行为，想讲安尼就当得到灵魂，得到救赎，就会当互上帝欢喜。安尼反倒当煞互上帝的道理，变成咱家己生命中间的重担，甚至变成别人的重担。因为咱人生的中间，咱本性的中间，迄个无完全、迄个旧的我，就会互咱因为即个有缘存在的罪性，致到咱无办法达到上帝诫命的要求。搁较袂当达到上帝的期待，所以上帝道成肉体，成做耶稣来到世间，透过十字架，白白收拾咱的罪，得到赦免。咱人生中间的罪性，上帝用道成肉体的耶稣亲自来代替咱受到刑罚。互咱的罪性，互咱的罪得到赦免，因为安尼，咱甲上帝有一个全新的关系，就是上帝成做咱天顶的爸，咱是上帝的囝儿查某囝。耶稣为着世间人的罪定死十字架，通过安尼，互咱伫耶稣的受苦、死搁活的中间，咱超找着上帝，咱拄着上帝。同款的，当咱用信仰的目睭来看这个世界，虽然讲咱这个现实的世界，咱这个现实的社会，甚至伫咱的生活中间，拢有无完美，但是就伫咱生活中间所拄到的试炼、所面对的挑战，甚至所要应付、要来对抗的困难的中间，其实咱就会当看起上帝。当咱经过这个艰苦、艰难的试炼的过程中间，其实，咱拢爱提醒咱家己，就是上帝一直甲咱同在，
上帝也一直无离开咱，无将咱放弃。落去遐这，上帝伫倒位？上帝伫倒落？有时阵，咱难免会拄着即款的情景，就是咱会感觉上帝好亲像真遥远，离开咱真远，甚至咱会感觉上帝听袂到咱的呼求。但是就亲像上帝创造的即个世界、即个宇宙，日出、日落、四季运行，上帝的慈悲疼痛，伊的气力一直拢伫的，伊毋捌弃杀咱，伊也袂放弃咱。咱伫上帝创造的世界运行中间，咱会当拄着上帝。咱也伫生活挑战的中间，咱甲伊相拄。咱搁较是通过道成肉体的主耶稣，咱已经得到赦免，咱已经有得到新的生命。伫即中间，咱也拄着上帝。咱做伙按头来祈祷。慈悲疼痛的主上帝，你会听，透过即个你所创造的世界的运行中间，你一直爱阮来看到你，相时你也互阮会当伫面对挑战，甚至经历着痛苦的时阵，你也爱阮，会当渐渐体会到，无论面对什么代志，上帝你拢会引带，你拢会陪伴阮，你也看顾阮。但是主啊，常常阮煞袂记即点，直到阮家己误认做你是美起来，你好亲像是无关心阮，直到阮会失志，阮有时会失望，但是阮感谢你，你的圣神带领阮伫诗篇19篇的中间，你爱阮，搁一遍伫日常生活的经验中间，阮回想起你的疼，其实毋捌离开阮，你的大气力也伫阮的日常生活中间，你一直伫帮衬，所以恳求上帝你的圣神时刻保守阮，提醒阮，也教示阮，互阮伫茫限逐款的代志中间，你互阮拢会当甲主你相拄，会当看见你的作为是偌美好。主啊，阮真正需要你的带领、固守，恳求上帝你的圣神时刻感动阮的心，互阮逐时刻拢通体会到以马内利，你甲阮做伙伫地。我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感谢牧师，互咱的真好勉励。咱要搁来应答上帝话，三个来吟诗，圣诗200首。天顶讲起上帝荣光，穹苍破阳助交层。人面三线，无言无语传出
财物真丰富。圣诗200首，咱起立三个来念。请坐，这时咱要来奉献，咱请玉阳执事、玉洁执事来奉献。兄弟大家平安。咱来掀开咱的周报，咱来看报告的事项。第一，拜二9月17是咱台湾传统的中秋，则先祝福咱兄弟姐妹大家中秋节快乐。第二，拜三9月18下晡2点半，要伫咱礼拜堂举行泡茶分享的聚会。即摆要请咱苏武安长老来分享巴西所见所闻，请咱兄弟踊跃来出席。第三，报名教会后一季10月到12月插会班的兄弟姊妹，请咱秋妹执事来报名。请先预付花彩费500块。第四，每礼拜五暗时7点半，咱教会有查经基督会，主题经文是新约圣经约翰1、2、3书，请教会兄弟踊跃参加。第五，有需要探访
才是愿意开放家庭鼓励家庭礼拜兄弟，请咱来甲牧师讲，是咱总职依例来安排。第六，后礼拜讲章甲经文，请咱家己来看。聚会活动，咱的主日礼拜是早起10点，圣歌队练唱是早起8点45，咱每隔周有隔周3下晡2点半有泡茶分享，咱拜五暗时7点半有查经祈祷会，每个月有一摆插会是早起10点。后礼拜查经夹着咱的出席奉献，咱家己来看，若毋对，用咱过节来经证。现讲的事项，今仔日交代是友来兄社长祭，插花是插花班，清扫是塑金祭。后礼拜讲道是叶牧师，书花是秋梅之事，书金是玉洁之事，领唱是余信兄，书弦是民兵之事，余阳之事。交代是文良兄、贤忠兄，插花是秋梅之事，清扫是宴庆祭。咱来看咱即礼拜经文，妖化的律法教程，会互人的心生活起来；妖化的感情确实会互憨人有智慧。来，妖化的律法教程，会互人的心生活起来；妖化的感情确实会互憨人有智慧。妖化的律法教程，会互人心生活起来。妖化的感情确实会互人有智慧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会苏醒人的心；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使你有智慧。诗篇1章好，这是咱游玩节日，咱大家来互相请安，也为着咱中秋节，我们提前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！来，平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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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中秋快乐吼！咱这礼拜三，咱的泡茶是要邀请咱苏长老甲长老娘，他们住在巴西的所见所闻，哦，请咱邀请吼，邀请咱有闲的兄弟，咱会当到阵来伫咱教会来参加。啊，咱即个咱后一季的迄个插花，10月到11月，10月到12月，啊，请咱兄弟踊跃来参加。咱看，今仔日进入盆，是我们的插花班的资优学生，我们牧师娘的大女儿、二女儿，哇，你看看，真的是不简单啊、哦！他们今天没来，不然他们会来。但是我们要更感谢的是后面最优质的指导老师、教授、大师，真的我们要感谢他们。这些真的，他真的是甘愿咱的奉献时间来教导。我们也谢谢他的首席助理，我们秋妹执事为我们准备。真好哈！咱看到咱教会安尼，大家互相安尼共享才能哦。你知道要听过一句话，台湾喙齿，贡献才能安尼吼。啊，今仔日牧师所讲的题目哦，意料之外。最近我有咧想讲我已经退休1年外咧吼，也是很快。啊，回想起来，这一年来这个退休，我到现在真的感受吼，若要讲吼，我要对高中开始讲，但是我太长了，好，那再短一点点，赶快，长话短说，因为我是感觉咱教会的这个时阵，我以前我有讲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肢体交通咱利用这个，要不然咱这个机会，到点的时间足少，我就
长话短说。高中的时阵，我迄阵也是偌受人爱戴，你敢知？我迄阵也是风云人物，你敢知？对不？就为梅艳姐嘛是安尼当初哈，啊无人再好不要紧。迄阵啊，那时候做毕业纪念册，我们都会用个本子给师长写一些祝贺的话啊。迄阵我还天才，哇！我就去买一本画册，专门制作的很高雅。想到那时候我们的校长，哇，亲自用毛笔写，啊不，普通是用个纸笔写下来呢。他写上什么？他写上自己的痛苦自己知道，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。哦，这个对我一生，我一辈子都永远记住。那其他的人都说，哇，天行，你一定会成功，你一定会受爱戴啊，你会怎么样？但是自从毕业之后，我感觉就毕业，很自卑感很重。那时候经济，咱台湾经济迄阵啊，钱银康吧，迄阵啊每到聚会、家族聚会，我都非常非常的难熬难受。大家都听讲，啊，你薪水偌济，就少。人在那时候同学，哇，大家出国啦，那的钱，但是没想到，就是日子就这样子，哦，那就煎熬。但是在教会里面，我伫教会啊，对头到尾拢教会，我会当看到咱的教会事奉插会，多多少少已经开始在心里面培养出来的一种对美的感受啊呢。这么谁意料说我们会住在内湖，花市在这边，然后我有捡石头，那木头那就，进而演变到我现在可以组合盆栽，可以教人家来做上课啊，甚至在学校听我上课。然后我们圣诞晚会多年下来的晚会，我的魔术表演，现在也要请说就教魔术表演。你看上个礼拜我才去社大那个大安社大，也去教他们那个年纪也是他们大概花一个，我感觉我又回到我高中的时候。你看，这不是人一出乎意料。兄弟，他说：“上帝在哪里？要跟你捉迷藏吗？”没有，上帝的慈爱与大能一直都在，他不曾离弃我们。我刚刚我就感动啊，我呢，长话短说3分钟尔，加载。大概谢谢大家能够收听安尼哈。讲华语，咱会当领受到主的恩典支持，可能相信咱每个人主拢有恁的恩赐，伫恁的店面。每个人，我们的有语言专才，有设计才，哇，有音乐专才，大家拢有主的才能伫咱的心上。我们要好好的贡献才能，会晓教会出来教会，会晓教音乐出来教音乐，以上，咱来献开圣诗395首，圣诗395首，咱起立三个来演。Simba
咱伫咱生活中间，千万莫忘记，就是上帝一直拢伫个，上帝一直拢同在。只要咱愿意伫咱生活中间来敲吹，咱就会看到伊的阳光、伊的慈悲、伊的疼痛，甲伊的恩典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做伙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大保证。阿门。